聖經使徒行傳12章11節，彼得醒悟過來說，我現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脫離希律的手和猶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求主幫助我哋體會到就算使徒彼得當日佢都有患難，佢為主做見證，卻被關在監獄嘅裏邊，但係神就好奇妙嘅透過天使叫佢嘅鐵鏈全部嘅脫落，監獄個門打開，帶佢出到去大街，叫佢翻到去門徒嗰度。咁彼得醒悟過嚟，原來神救佢脫離希律嘅手。求主幫助我哋任何人信主之後，我哋都可能遇見困難，遇見地上生活嘅嗰個嘅苦楚，但有困難嘅裏邊，記得我哋嘅主必定幫助我哋，必定嘅救我哋，必定嘅與我哋同在，依靠佢解決一切嘅問題。我係鄧英善牧師。